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心靈療愈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想分享嘅就係別再叫人感謝傷害自己嘅人。創傷最傷人嘅一句話，往往唔係嚟自兇手。我哋成日會聽到咁樣嘅教導，憎恨一個人係最蠢㗎，你要去多謝傷害你嗰個人，呢一個係逆增上緣，呢個係值得感恩㗎。但係，請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對方同你對你做咗一啲極端惡劣嘅事，例如係強暴你，甚至係使你懷孕，喺呢個時候，如果有人喺高高在上咁同你講，你要多謝佢，你要感謝佢，呢個時候你會有咩感受呢？呢個會唔會係太無情或者太離地呢？對於一個正在承受緊巨大創傷嘅靈魂嚟講，要佢由一跳到100，大喊感恩，呢個距離實在太大啦。呢個並唔係真正嘅慈悲，而係一種對真實痛苦嘅漠視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問題並唔係感恩呢個概念係啱定係錯，而係我哋跳過咗最關鍵嘅步驟。此時此刻，受害者最需要嘅根本唔係嗰種好遙遠、形而上嘅感恩，佢最需要嘅係兩件非常實在嘅事情。第一就係公義，必須將犯罪嘅人繩之於法，讓法律去彰顯公義。呢一個係社會層面上嘅療愈。第二就係支持啦。呢個女士實實在在需要嘅係生活上嘅協助、專業嘅心理輔導同埋一個不被批判嘅環境。呢一個就係個人層面上嘅復原。真正嘅智慧並唔係用一套崇高嘅道理嚟壓抑真實嘅人性。喺追求最高嘅真理之外，我哋亦都必須係進入世間，擁有世間嘅智慧同埋方法。例如，先透過世間嘅正義同埋支持，將傷口妥善包紮，讓生命重新去站穩。之後，如果有一日喺內在自自然然升起咗對生命嘅一啲感悟，對生命本身嘅感謝，嗰一個先係真真實實嘅感恩，而唔係被道德綁架出嚟嘅。喺擁抱慈悲之前，請先為自己爭取正義；喺學習感恩之前，請先接納未能夠做到感恩嘅自己。從尊重每一個真實嘅傷痛開始，呢一個先係對眾生最大嘅慈悲。多謝你收睇心靈療愈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。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